你假透咧！你唔假透，讲唔啊？先假透啊！安怎？恁即马搁家乡，我要提钱无？小姐，你的功夫阁真厉害啊喏！你一个人有才来了阮两个。喂，来假透去！要若唔哦，小等互我山济遐兄弟若讲来，你若跪咧面头前甲我叫阿公，共款来死！对，小姐，有听无？来，紧来放开！开喙啊，小囝合喙啊，小姐，你到底小囝是伫叫什么啦？啊，当然嘛是伫咧叫你，无敢会叫我家己哦。都对，小姐就是你叫你啦，你就是小姐，你知无？小姐，小姐。亮啊，伊怎么抬你？我靠啊！我头拄我若知影讲伊叫小姐会叫抬哦，咱若点叫两句话就好啊，你知？后面安怎？你唔通唔着叫，叫你小姐人是明玉，唔是我招财咯。当你若讲安尼，是你先叫，我才会晓叫呢。无咯，是我对你叫。你袂问伊看有影无影？你敢问嘛？你先叫小姐呢？哎呦！我无要抬，恁即摆用走。等下，等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亮啊，阮吼足钦佩你。嘿啦，英勇啊，拜托你，阮愿意吼到你的身躯边跟随你，好唔好？跟随我，哼！我杨元娇哪有甲你这个山贼第一结交？啊？杨元娇，有杨家将，有家长，等，小等，杨将军啊，吼，阮兄弟啊，早就想要投效大宋啊呢。对，杨将军，无论安怎样，一定爱甲阮收留起来。阮山贼无爱做，甘愿跟你的身躯边，甲你斗阵内底下官兵。真是。真的。好，既然恁若要弃车归正，不但我要收留，也要甲恁两个人斗阵做结义的兄弟。哈！就是。多谢。紧起来！调兵！原来是调兵到位，我双脚在树上，又看着。原来是救命！救命！弟兄，大哥啊！大哥，救命！你奶奶这个我来咧。大哥，人安尼都已经答应啊，什么人敢讲袂用的？是安怎？大哥，拄则你伫树顶一定有看到吼，我的枪法袂歹吼，连环将你的青花公主都毋是我的对手呢。唱法确实真好。功夫有够厉害。不愧是杨家的美将，搞。大哥啊，因两位是拄则有影甲伊结拜做兄弟，名扬交杂。叩见王爷。会叫免礼。会叫托天之福，你平安无事。本王不但会当对太君交代，而且也要辜负皇上的期望。皇上，家兄，你敢要袂倒转去京城？大将军，是安尼啦。我一个落岗台山，就去拄着王爷的大军，
王爷讲唔免将灵药送去行社。为什么呢？燕娇，灵芝珠里有水灵，怎奈风声已加平？奇怪燕娇治了病，连我归去做不起。神罪该万死，奉上。你为先王已真心，何必主角会开心？新君对你背忠心，本王奉旨找忠心。皇上挂兵你查办，全天前来我大山，假使当将下官，为我一人心不安。陆将军，皇上将你当作吐天玉条，实属你若当入朝为官，继续为国效劳，安尼毋就当报答皇上的厚恩，哪有啥物人袂安心呢？也毋过，这件代志必须要回禀一位娘亲啊！哎呀，六哥啊，人安尼拢答应安尼，曹王爷嘛将圣旨查来啊。娘娘，咱随时就要游山贼，变做大将军啊呢。到时大哥会叫你去做火头军咯。圣旨下跪，万岁，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之愿，先王不能加兵，定得诸神拥戴，守卫边境，北辽充公，使尊入侵中原之野心，必有英勇之将，方足以哈骨肉之亲，诸葛杨延昭，忠义传家，文武全才，请感大用。今封为兵马大元帅，镇守在三关口，即日受职，钦此。谢万岁，万岁！